講起石塘圍嘅雲霧嶺，以前邊個唔讚一句好山好水？嗰陣時啲杉木高過池塘嘅旗杆，山溪水清到照得見鬚根，山腳條石梯徑日日人踩人，擔柴嘅、割草嘅、採藥嘅、趁墟嘅，天未光就聽到腳步聲響。但係自從光緒34年重陽節之後，成條村嘅人就好似腳底生瘡咁，寧願兜多幾里路，都唔敢行近山腳半步。嗰日重陽，本來係登高祭祖嘅好日子，村入面兩個後生仔，一個叫陳亞牛，一個叫李水雞，兩個都係20出頭嘅後生，膽正命平，約好趁重陽墟日，偷偷上山斬幾擔靚杉木，擔去隔離鎮賣個好價。點知第二日天光，有人喺山腳土地廟前面發現佢哋兩個人剝到淨係得返條底褲，周身瘀青，口鼻塞滿爛樹葉，眼神發直，講極都唔應人。阿牛嘅老母撲埋去抱住個仔大喊，水雞嘅老婆打着赤腳由村尾跑來，一睇到自己老公咁嘅樣，即刻暈低喺地，成條石塘圍即刻炸咗鍋。七叔公主住拐杖行出祠堂，睇完兩個後生仔嘅傷勢，老皺皮嘅面都白晒。呢啲唔似人打嘅傷，人打架邊會專登菜樹葉入口？跟住賣豆腐花嘅六嬸忽然尖叫：你哋睇，佢哋額頭有個紅印。眾人伸長頸一睇，兩個後生額角正中間，果然各有一個銅錢咁大嘅暗紅印記，似火燙又似瘀血。村口個神婆三姑即刻跳出來，指天篤地：山魈！雲霧嶺嘅山魈發戶啦！傳說話山魈專抄人魂魄，抄完就喺額頭打火印。呢兩個後生撞正山魈搶路錢啊！呢句話一出，成村人好似倒瀉籮蟹，有嘅即刻返屋企閂門，有嘅拉仔帶女去祠堂上香，仲有幾個大膽嘅後生仔抬住阿牛同水雞去墟鎮睇郎中。但行到半路就俾人喝返轉頭，原來村口大榕樹下一夜之間貼咗張黃紙告示，上面寫住：雲霧嶺深山近日山魈作祟，專捉單身路人搶盡錢財衣物，凡我石塘圍村民及往來商旅，即日起不得上山，違者生死自負。底下蓋住個朱紅大印，正是村中公局大天二陳霸先嘅詩章。陳霸先呢個人，石塘圍冇人唔識，佢40出頭，生得牛高馬大，剃個綠軍裝，日日着住件黑綢衫，腰間別住支駁殼槍，養住10幾個打手，連隔籬幾條村嘅鄉紳都要俾佢幾分薄面。陳霸先喺村中把持公局10幾年，但凡山貨買賣、田畝轉契、墟期抽水，都要經佢手過一過，冇人敢逆佢意。今次連佢都親自出告示封山，村民更加嚇到腳軟，日頭行過山腳都急急腳，夜晚更加冇人敢出門。但成條村得一個人唔信邪，就係村尾住嘅周永福，人人都叫佢福哥。福哥今年48，5代都係斬柴佬，對雲霧嶺一草一木熟悉過自己掌紋。佢住嗰間泥磚屋，牆身裂開幾條罅，每逢落雨，阿蘭就要攞個木桶去接漏水。老婆5年前害病走咗，剩低佢同個女阿蘭相依為命。阿蘭今年16歲，生得清清瘦瘦，手腳伶俐，每日行幾里路去墟邊間姑婆屋幫人車衫。車一日先揾到幾文銅錢，兩父女餐餐食薯仔粥，幾時都面青青過菜葉。福哥呢個人老實歸老實，但絕對唔蠢。佢斬咗幾10年柴，雲霧嶺邊條坑有溪水，邊個石窿可以避雨，邊種樹幾時出菇，佢清楚到好似掃自己手指。封山之後，佢連最後嘅生路都斷埋。以前佢每日擔2擔柴落墟賣，點都揾到10文8文買米，而家莫講話買米，連鹽都就快食唔起。阿蘭見阿爸晚晚對住盞油燈皺眉頭，偷偷將自己車衫揾嘅錢塞入佢枕頭底。福哥發現之後，喊又喊唔出，只係摸住阿蘭嘅頭，嘆口氣：阿蘭，阿爸對你唔住。其實福哥一早就有懷疑。封山之前嗰幾日，佢親眼見過陳霸先手下幾個打手鬼鬼祟祟用麻包袋擔住好多竹竿同白布上山。佢當時冇為意，以為係搭棚祭山神。但阿牛同水雞出事之後，福哥夜晚瞓唔着，喺屋企度來度去，越諗越覺得唔對路。佢記得舊年秋天，自己喺山腰斬柴嗰陣，親耳聽到陳霸先同個師爺劉算盤喺杉林入面傾偈。陳霸先話：呢座山啲杉一年起碼值500兩銀，點可以俾啲窮鬼亂斬？劉算盤就答：霸先哥放心，等陣間我寫張告示，話山上有猛獸，嚇一嚇佢哋就唔敢上來。果然過幾日，村口就貼過野豬傷人、禁止上山嘅告示，但冇幾耐就冇人理。福哥又諗起
阿牛同水雞被發現嗰日朝早，佢特登行去山腳睇過，土地廟前面嘅泥地有幾對深深嘅布鞋印，鞋印花紋整齊，一睇就知係新鞋。但山魈傳說入面，山魈係赤腳行路嘅，點會着鞋？仲有阿牛同水雞雖然又驚又傻，但佢哋身上嘅傷痕，福哥遠遠睇過一眼，分明係竹竿打嘅條狀瘀痕。邊個聽過山魈用竹竿打人？呢啲諗法喺福哥心入面轉咗幾日。佢忍唔住同幾個老伙計傾過，一個係撐渡嘅蝦叔，蝦叔60幾歲，日日喺河邊撐船，見過唔少古怪事。蝦叔細聲同福哥講：福哥，我夜晚撐渡嗰陣，見過幾次着白衫嘅人影由山腳行出來，起初以為係鬼，後尾睇真啲，行路姿勢分明係後生仔。另一個係賣豆腐花嘅六嬸，六嬸口疏，但佢偷偷同福哥講：你知唔知阿牛出事之前嗰晚，有人見佢喺陳霸先嘅杉林工棚外面徘徊，話想同霸先哥傾傾劈柴嘅價錢。福哥一聽，心入邊即刻明白3分，阿牛同水雞好可能係想偷斬陳霸先嘅靚杉，結果撞正陳霸先嘅人馬，先至搞成咁。但線靠估，冇人會信。福哥決定親身去查，佢唔聲唔聲，執齊一把柴刀、一盒火石、一壺燒酒、幾條鹹魚。黃昏時分同阿蘭講：阿蘭，阿爸今晚去山腳巡巡，你閂好門，唔好等阿爸。阿蘭驚到面都白晒：阿爸，你唔好去啊！若果真係有山魈點算？福哥笑住摸摸佢個頭：傻女，你呢世人見過鬼未？阿爸就見過人扮鬼。陳霸先靠山食山，邊捨得真係封山？佢一定有蠱惑。講完就推門出去，消失在暮色之中。當晚福哥潛入山腳密林，揀咗棵大樟樹爬上去，匿喺濃密嘅樹丫之間，一對眼盯住石梯徑嘅必經路口。山風吹得樹葉沙沙響，貓頭鷹一聲一聲叫得淒涼。等到半夜，果然有2個人影由山腰摸黑行落嚟，着住黑衣，背住大麻袋，其中一個一邊行一邊笑。霸先哥話呢排要睇緊啲，唔好俾人上山。另一個答：怕咩？有山魈鎮住，邊個敢行埋嚟？福哥匿喺樹上，心頭一震，差啲叫出聲。佢死死捏住樹枝，將2個人嘅對話一個字一個字記入腦。等到人影消失喺村口方向，佢先慢慢爬落樹，手心全部係汗。第2晚，福哥換咗個更隱蔽嘅石窿，帶定乾糧同水，決心要再等。點知等到天邊發白都冇動靜，正當佢以為對方有警覺，準備撤退之際，忽然聽見山頂傳來一聲尖銳嘅竹哨響，隨即有幾個人由山腰杉林跑出來，一路跑一路砸石頭，又用竹竿拍打草叢，扮到好似有怪物追趕。其中一個着住件白長衫，披頭散髮，跳跳扎扎，怪叫連連。福哥瞪大眼，清清楚楚睇見嗰個白衫鬼腳下着住一對陳霸先打手最中意着嘅抓地虎布鞋。佢忍唔住喺心入邊罵：死蠢，扮鬼都唔識換鞋。但福哥知道，先靠自己把口講，冇人會信，佢一定要揾到鐵證。第3晚，福哥唔單止帶齊架生，仲偷偷拎咗阿蘭車衣用嘅一紮紅線，趁月色摸到石梯徑中段嘅土地廟，佢喺神台底、香爐邊、門檻罅全部黐上幼細紅線，再匿埋喺對面山崖嘅灌木叢。佢預計，若果有人裝神弄鬼，一定會經過土地廟，到時只要紅線斷咗或者移咗位，就證明有人行過。而且佢特登將紅線纏成幾個簡單活結，唔細心睇根本唔會發覺。果然，丑時3刻，山腳響起2聲蛙叫，分明係人為暗號。隨即3個黑影由杉林工棚行出來，一個着白衫扮鬼，2個揸住竹竿一路拍打樹幹，一路嗚嗚怪叫。佢哋經過土地廟嗰陣，其中一個仲特登喺門檻上跳咗3下，話跳過門檻，鬼氣入屋。完全唔知道腳下紅線已經俾佢哋踢散晒。福哥屏住呼吸，等3人行遠，即刻摸落山崖，將土地廟前面嘅紅線斷口、鞋印，仲有跌喺地嘅一支煙桿頭全部收好，用舊布包住，返到屋企，天邊先至發白。阿蘭一夜冇瞓，見阿爸平安返來，喊住攬住佢。福哥飲啖水，將包袱放喺台面，神色凝重：阿蘭，你去通知六嬸同蝦叔，叫佢哋聽日陳氏祠堂祭山神，一定要到。阿爸要同陳霸先算清呢筆賬。阿蘭雖然驚青，但見阿爸眼神堅定，知道勸唔住，唯有點點頭，轉身跑出家門。福哥一個人坐喺漆黑嘅屋入面，
摸住嗰支煙桿頭，上面刻住個陳字，清清楚楚。佢望向窗外雲霧嶺嘅暗影，心入面知道聽日祠堂之上將會有一場大龍鳳，但佢點都估唔到呢件事嘅真相遠比陳霸先扮鬼更加複雜，更加嚇人。而佢自己嘅身世竟然亦會因為呢封山風波揭開一個埋藏咗幾十年嘅秘密。福哥派阿蘭去通知六嬸同哈叔之後，自己亦冇閒住。佢知道聽日祠堂祭山神，陳霸先一定會着晒長衫企喺高台扮正人君子。到時全村父老到齊，若果自己冇十足把握，分分鐘俾陳霸先反咬一口，話佢破壞祭神，侮辱山靈。嗰陣就算跳到黃河都洗唔清。所以佢決定趁天未光，再去揾多一個人證。呢個人就係村口劉記雜貨鋪嘅老闆劉算盤。劉算盤本來叫劉德明，因為打得一手好算盤，村人都叫慣佢花名。佢今年50出頭，瘦上面，戴副銅框眼鏡，着住件半身唔夠嘅長衫，企喺雜貨鋪嘅櫃台後面，成日笑口噬噬。但村人都知佢嘅正職係陳霸先嘅師爺，幫手寫契據、管賬目、出告示。福哥行入雜貨鋪嗰陣，天仲未光透，劉算盤正喺度撥算盤點貨，見到福哥，面肉微微一跳，隨即擠出笑容，嗌：福哥咁早，買鹽定買油？福哥唔答佢，行到櫃台前面，將懷入面嗰包紅線同煙桿頭擺上台面，壓低聲：劉先生，你睇下呢支煙桿熟唔熟口面？劉算盤一望，面色即刻變白，手指頭不自覺咁縮咗一縮。佢推推眼鏡，強作鎮定：呢支煙桿好普通啫，村入面好多人都用。福哥打斷佢：劉先生，你係讀書人，我唔想同你兜圈。呢支煙桿係尋晚喺土地廟門口執到嘅，上面刻住個陳字。你估全條村有幾多個陳姓後生食煙食到煙桿都跌埋？劉算盤額頭開始冒汗，佢左右望望，見鋪頭冇其他人，先至細聲開口：福哥，你唔好搞事啦，霸先哥呢幾年對你都算唔錯，你斬柴嘅山腳位都係佢劃俾你嘅。福哥冷笑一聲：佢劃俾我？嗰塊山地本來就係公家嘅，佢霸咗來做人情，仲要我年年孝敬佢3成柴薪。劉先生，你係明白人，你應該知道阿牛同水雞點解會搞成咁。劉算盤額頭嘅汗珠越來越大，佢拎起條手巾抹咗抹，終於嘆口氣：福哥，我勸你唔好再查落去，呢件事唔止霸先哥一個人的事，牽涉到好多舊恩怨，你一個斬柴佬搞唔掂㗎。福哥捉住佢句說話：舊恩怨？乜嘢舊恩怨？你講清楚。劉算盤正想開口，忽然鋪頭外面傳來腳步聲，一個打手行過門口。劉算盤即刻收聲，將煙桿頭推返俾福哥：你走啦，我乜都唔知。福哥冇辦法，唯有收好煙桿，由雜貨鋪行出來。佢沿住村路行，經過大榕樹嗰陣，見到幾個婦人圍埋一堆，細聲講大聲笑。但一見福哥行近就即刻收晒聲，個個面有難色。福哥深知陳霸先嘅勢力太大，冇人敢公然幫佢。佢行到河邊，哈叔正喺度撐緊道，見到福哥將船撐埋岸，細細聲講：福哥，我尋晚又見到嘢。福哥即刻跳上船，見到乜？哈叔一邊撐船一邊壓低聲：丑時左右，我見陳霸先間大屋後門有個人行出嚟，着住灰色衫，遮住面，行得好快，直上山路。我以為係打手，點知過咗半個時辰，嗰個人又行返落嚟，呢次手上多咗個布袋，脹卜卜嘅。福哥問：你睇清楚佢身形未？哈叔搖頭：月光暗，睇唔清楚，但佢行路有少少跛，左腳拖住行。福哥記喺心入面，左腳跛嘅人石塘圍唔多，佢腦海即刻浮起一個人，陳霸先嘅親大佬陳百年。不過陳百年幾年前已經過咗身，村人都話佢病死在廣州。福哥謝過哈叔，跳上岸，行去六嬸嘅豆腐花檔。六嬸見佢來，即刻裝一碗熱豆腐花俾佢，借細細聲講：福哥，你知唔知阿牛醒翻少少啦？佢阿媽尋晚偷偷同我講，阿牛喺昏迷入面不斷叫燦林燦林，仲有唔好打我，我俾錢。福哥食咗半碗豆腐花，眉頭越皺越緊。阿牛叫燦林，明顯係出事嗰陣喺燦林入面叫我俾錢，即係話對方打佢之前，佢曾經想用錢解決呢件事。愈來愈似係陳霸先嘅人馬因為燦木利益，毒打兩個後生仔，然後扮鬼掩人耳目。但福哥唔明點解要搞得咁大陣仗，
若果只係教訓偷柴嘅後生，打一鑊趕走就得，使乜剝光佢哋？菜樹葉、額頭印紅印，搞到好似生肖索命咁。除非陳霸先唔只想嚇阿牛同水雞，佢係想嚇驚成條村，等以後再冇人敢上山。福哥諗到呢度，心入面更加火滾。陳霸先呢10年來，一路用各種手段逼村民將山貨賤賣俾佢，再轉手高價賣出墟鎮，賺到盆滿缽滿。封山之後，佢就可以名正言順獨霸雲霧嶺所有資源，連公局嗰份都慳返。福哥由六嬸檔口行開，經過土地廟嗰陣，特登停低腳步，佢望住廟入面嘅土地公神像，神像前面嘅香爐仲插住幾支殘香，但香灰已經凍晒。福哥忽然留意到神台底有個細細嘅木盒，半邊俾香灰蓋住。佢蹲低身，伸手將木盒撈出來，個盒好舊，黑漆漆嘅，上面冇鎖，但盒蓋黐實咗，似係好耐冇人開過。福哥用柴刀輕輕撬開，入面竟然係一封發黃嘅書信，信封寫住永福吳興親啟。福哥心頭一震，永福就係佢自己個名。點解土地廟神台底會有一封俾自己嘅信？佢四圍望下，見冇人，即刻將信收入懷中，急急腳行返屋企，關埋門，點着油燈。佢拆開封信一睇，字跡雖然模糊，但隱約認得出係陳百年嘅手筆。陳百年以前喺村中教過幾年私塾，福哥細個嗰陣曾經同佢讀過2年書，認得佢啲字。信入面寫住永福吳興，見字如面，弟字之時日無多，有一事相託，至關重要，關乎雲霧嶺百年山陵，亦關乎石塘為數百戶生計。弟當年因一時軟弱，助紂為虐，將一件信物交與霸先，致使山中禁地遭人破壞。今弟悔之已晚，唯望吳興念在舊日同窗之情，設法取回信物，歸還土地廟神位之下，方能化解劫數。信物藏於後半段，字跡化開，完全睇唔清楚。福哥將封信翻來覆去睇咗幾遍，心入面又驚又疑。陳百年明明係陳霸先嘅親大佬，點解會寫信叫自己去攞返信物，仲話自己助紂為虐？乜嘢叫做助紂為虐？福哥記得陳百年呢個人，佢比陳霸先大8歲，為人溫文爾雅，向來唔爭名利。後來忽然離開石塘圍，話去廣州教書，隔咗幾年就傳出死訊，村人都話陳百年係病死嘅。但呢封信入面講時日無多，語氣好似佢係被逼離開，唔係自願。福哥再細睇信封，郵戳已經模糊，但隱約見到宣統元年4個字。宣統元年即係1909年，即係6年前。點解一封信會喺土地廟神台底放咗6年，仲要係寫俾自己？佢諗極都諗唔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陳百年所講嘅信物同禁地，一定同雲霧嶺有關，亦一定同陳霸先封山有關。佢將信收好，決定聽日祠堂祭神，拆穿陳霸先扮鬼之餘，順便問清楚陳百年嘅事。第二日天光，陳氏祠堂鑼鼓喧天，陳霸先着住束新絲綢長衫，企喺街前，手持3炷大香，朗聲宣布祭山神。全村老友逼滿祠堂內外，連隔籬幾條村嘅鄉紳都俾面到場。陳霸先大聲講：今日祭過山神，雲霧嶺從此封禁3年，任何人不得上山。所有山貨由公局統一收購，保證大家生計。佢講完，台下幾個打手即刻拍手掌帶動氣氛，但大部分村民面有難色，竊竊私語。六嬸細聲同哈叔講：封3年，3年之後我哋食乜？哈叔冇答，只係望住人群後排嘅福哥。福哥企喺祠堂角落，手挽住舊布袋，冷眼旁觀。佢留意到陳霸身邊企住嘅劉算盤，今日神色特別慌張，不時偷望祠堂側門，好似等緊乜嘢消息。祭禮開始，道士舞劍念咒，燒符撒米，氣氛莊嚴肅穆。正當陳霸先將封山令正式蓋印，準備張貼之際，福哥忽然大步踏出，高聲道：且慢，霸先哥，你話山上有鬼，請問你親眼見過未？全場嘩然，所有目光瞬間集中喺福哥身上。陳霸先臉色一沉，但隨即擠出笑容：福哥，你斬柴斬到懵咗，嗰2個後生俾鬼剝光豬，全條村都知，你仲想上山送死？福哥不慌不忙，由布袋拎出嗰幾條紅線同煙桿頭，高舉過頭，大家睇清楚，呢啲紅線係我前晚黐喺土地廟門檻嘅。若果真係有鬼，鬼使鬼差，使唔使着住布鞋，食住煙草行過？呢支煙桿頭就係其中一個山燒跌低嘅。佢一語未了，台下幾個打手面色大變，
其中一個不自覺摸咗摸自己褲袋，原來佢嘅煙桿真係唔見咗。陳霸先眼珠一轉，即刻喝道：周永福，你膽敢破壞祭神，侮辱山靈，你知唔知罪？佢一揮手，兩個打手衝上前想按住福哥，但福哥早有準備，一個側身閃開，大聲道：我仲有證人。哈叔，你出嚟講。企喺渡頭嘅哈叔雖然腳震，但鼓起勇氣行出嚟，戰聲道：我呢排晚黑撐道，見過霸仙哥嗰幾個人着白衫上山，起初以為佢哋去捉野豬，台下即刻炸開鍋，有人大罵，有人驚叫，有人拍台。陳霸先面色鐵青，但佢做慣大天二，即刻冷笑：哈叔老眼昏花，你信佢？周永福，你想造反？正當氣氛劍拔弩張之際，祠堂側門忽然吱呀一聲推開，走出一個白髮老婦，眾人一見即刻靜晒。呢個係陳霸先嘅親阿媽陳老太。陳老太平時深居簡出，極少理外事，今日突然現身，連陳霸先都愕然。陳老太行到福哥面前，拎起嗰支煙桿頭仔細端詳，然後嘆口氣：呢支煙桿係我個仔10年前送俾佢手下阿牛嘅。全場鴉雀無聲。陳霸先額頭冒汗，強笑道：阿媽，你搞錯啦！阿牛支煙桿早就斷咗。陳老太打斷佢：斷咗？你當阿媽老懵懂？阿牛尋晚先嚟向我請安，我仲見佢食呢支煙桿。佢轉向台下，厲聲道：邊個係阿牛？出嚟！人群中一個高瘦後生面如死灰，縮喺打手後面唔敢應。福哥見時機成熟，再補一刀：各位父老，陳霸先封山唔係因為有鬼，係因為佢想獨佔雲霧嶺嘅杉木同藥材。佢派人扮鬼打傷後生仔，製造恐慌，等大家唔敢上山，佢就低價收晒啲山貨，高價賣出去。呢10年嚟佢霸住山路，逼我哋將柴薪賤賣俾佢，今日仲想用鬼話呃足3年。台下群情洶湧，六嬸帶頭大叫：陳霸先，你還我哋公道！其他人紛紛附和。連最怕事嘅農戶都舉起鋤頭指罵。陳霸先見大勢已去，面色由青轉白，忽然博通一聲跪低，向住陳老太同全體村民叩頭：各位叔伯兄弟，我一時貪心，做錯事，我認。佢身邊嘅劉算盤亦嚇到跌咗本賬簿落地，幾張契據飄出，寫住石塘圍公局壟斷山貨10年嘅字樣，鐵證如山。事情急轉直下，陳霸先被幾名長老聯同剛好路過嘅縣衙差役所走，所有非法契據當眾銷毀，雲霧嶺即時解封，山貨買賣恢復自由。但福哥企喺祠堂門口，手入面捏住嗰封陳百年嘅舊信，心入面一啲都唔輕鬆。陳霸先雖然伏法，但陳百年信中講嘅信物同禁地到底係乜？點解陳百年會話自己助紂為虐？仲有封信點解會喺土地廟神台底出現？福哥望住祠堂外漸漸暗落嚟嘅天色，知道呢件事只係開始。佢決定聽日一早去揾陳老太問清楚陳百年嘅往事，而佢亦隱約覺得陳霸先之所以咁急住封山，好可能同佢大佬陳百年口中嗰件信物有關。只要揾到信物，先至能夠解開雲霧嶺真正嘅秘密。陳霸先被鎖走之後，石塘圍好似過年咁熱鬧，祠堂前面日日有人燒炮仗，六嬸嘅豆腐花檔免費派足3日。哈叔嘅渡船載滿去墟鎮報喜嘅村民。雲霧嶺解封第一日，天未光就聽到山腳傳來斬柴聲，成班後生仔擔住扁擔衝上山，好似驚死啲杉木會自己伸腳走咁。福哥呢幾日反而靜咗落嚟，冇急住上山斬柴，反而日日匿埋喺屋企，對住陳百年嗰封舊信來回睇。阿蘭見阿爸眉頭深鎖，忍唔住問阿爸：陳霸先都拉咗，山又開返，你仲愁乜嘢？福哥將信遞俾阿蘭睇，指住中間化開嗰幾行字：阿蘭，你睇下，陳百年話有件信物俾咗霸先，又話要放返土地廟神位之下。呢封信擺喺神台底6年，點解偏偏係我去揭發霸先嗰晚先至出現？仲有陳百年話自己助紂為虐，即係話佢以前幫過陳霸先做壞事。陳百年係個讀書人，向來同佢個大佬兩個樣，到底佢幫過乜嘢？阿蘭睇完封信都覺得古怪。但佢細個就聽村入面啲人講，陳百年呢個人好神秘，成日一個人拎住本書行上山，有人問佢睇乜，佢就笑笑口話睇風水。後來有1年重陽之後，陳百年突然話要去廣州教書，走嗰日佢特登行過福哥屋企門口，企咗一陣，
好似想敲門，但最終都冇敲，就咁行咗去。福哥聽阿蘭講起呢件事，一拍大髀，係喎，我記返起啦。8年走嗰日，我啱啱由山腳斬柴返來，見佢企喺門口，我同佢打招呼，佢淨係點咗下頭，面色好難睇。我當時以為佢病咗，原來佢係有嘢想同我講。福哥決定第2日去揾陳老太。陳老太雖然係陳霸先嘅阿媽，但村人都知佢為人公道，年輕嗰陣仲做過姑婆屋嘅管事，幫過唔少寡婦孤兒。第2日朝早，福哥買咗1包白糖糕，行去陳家大屋。陳家大屋喺村東頭，青磚大宅，門口2隻石獅子。但自從陳霸先被鎖之後，大門緊閉，連個看門嘅都走埋。福哥拍咗幾下門，門內傳來陳老太沙啞嘅聲：邊個？陳伯母，我係周永福，想同你打聽下8年哥嘅事。門內沉默咗一陣，然後門閂啪一聲拉開。陳老太着住件舊藍布衫，白髮梳得一絲不苟，面帶倦容，但眼神仍然精明。佢請福哥入廳坐，斟咗杯茶，嘆口氣：永福，你係為咗8年封信來㗎？福哥一愣：伯母你點知？陳老太由懷中拎出一張殘舊嘅紙，上面寫住幾行字，字跡同陳8年封信一模一樣。8年臨走之前留低呢張字條俾我，話若果有一日有人問起雲霧嶺嘅事，就叫佢來揾我。佢話呢件事遲早會爆。福哥即刻坐直身體：伯母，8年哥到底發生過乜嘢事？佢點解會忽然離開石塘圍？陳老太望住窗外嘅雲霧嶺，眼神飄得好遠，過咗好耐先至開口。8年同霸先雖然係兩兄弟，但性格差天共地。霸先自細就好勝，中意爭；8年就文靜，中意睇書寫字。後尾霸先霸咗公局，8年勸過佢好多次，叫佢唔好太盡，但霸先唔聽。直到10幾年前，雲霧嶺山腰挖出咗一批古董，呢件事就改變晒兩兄弟嘅命運。古董？福哥愕然，陳老太點頭。嗰陣時有人喺山腰掘地起工棚，挖到幾個瓦，入面裝住啲銅器玉器，似係好耐以前嘅嘢。霸先一知道，即刻封鎖消息，唔俾人張揚，仲叫8年幫手鑑定。8年讀過書，識得啲古物，佢話呢批嘢可能係明朝一戶隱居官宦嘅陪葬品，價值不菲。霸先就想私吞，全部賣出省城。但8年話呢啲係雲霧嶺嘅山靈之物，唔可以亂動，應該歸還土地廟供奉。就係因為咁，兩兄弟反咗面。福哥問，陳老太搖頭，未至於反面，但8年自此之後就成日心事重重。佢同我講，霸先雖然應承將古董放返原處，但佢偷偷留起咗一件最重要嘅信物，一塊古玉，上面刻住雲霧嶺嘅山勢地圖。傳說話呢塊玉係明朝一位風水先生留低，指明咗山中一處龍脈所在。霸先留起塊玉，就係想自己將來去揾龍脈，霸佔風水寶地。福哥聽完，腦入面即刻串聯起好多嘢。陳8年信中講嘅信物，就係呢塊古玉。佢將古玉交俾陳霸先，事後後悔，所以先至話自己助紂為虐。而陳霸先一直以嚟霸住山路，唔止為咗杉木，更係為咗揾塊古玉所指嘅龍脈。福哥問伯母：咁8年哥點解要走？陳老太面色一沉，因為佢發現咗一件更可怕嘅事。嗰批古董入面有一隻瓦裝住嘅唔係器物，而係人骨。8年偷偷檢驗過，啲骨頭上有刀痕，似係舊時被殺害嘅人。佢懷疑山腰嗰度根本唔係官宦墳墓，而係舊時一宗滅門血案嘅埋屍地。福哥聽到呢度，背脊一陣涼意。滅門血案，雲霧嶺竟然埋過死人。陳老太續道：8年本來想報官，但霸先威脅佢，話若果報官，成條村都會受牽連，到時官府封山查案，大家生計盡毀。8年冇辦法，唯有忍氣吞聲。但佢越諗越唔安樂，最後決定離開石塘圍，話去廣州避開呢個是非地。佢走之前同我講，有一日若果霸先嘅事敗露，就將塊古玉嘅下落話俾信得過嘅人知，等佢將玉放返土地廟，超度嗰啲亡魂。福哥連忙問：咁塊玉而家喺邊？陳老太搖頭：霸先將玉收得好密，我從來冇見過。但8年留低一句話塊玉藏於水口之下，土神之則。我諗咗好多年，都參唔透呢句話。福哥將呢8個字念咗幾遍，心入面即刻有咗計較。水口即係山水匯聚之處，土神即係土地公，加埋一齊，即係話古玉可能藏喺土地廟附近有水源嘅地方。
佢借過陳老太，即刻趕去土地廟，但呢次佢冇咁順利。福哥行到土地廟，遠遠就見到幾條大漢企喺廟前，其中一個正係嗰日祠堂入面被點名嘅阿牛。阿牛見到福哥，面有尷尬，但隨即行前一步攔住福哥。霸仙哥雖然拉咗，但佢留低說話，話呢間廟唔准人亂搞。福哥皺眉：阿牛，你仲幫陳霸仙做事，佢人都坐咗監。阿牛撓頭：福哥，你唔明㗎，霸仙哥雖然入咗去，但佢啲手下仲喺度，佢哋話若果我唔聽話，就燒我屋企。福哥，我都有老母要養，你唔好為難我啦。福哥望住阿牛身後嗰幾條大漢，個個腰間別住柴刀，面色不善。佢知道硬闖只會惹麻煩，唯有轉頭行開。但佢心入面更加肯定，陳霸仙雖然被捕，但佢嘅勢力仲未完全瓦解。尤其係呢塊古玉，關乎龍脈風水，陳霸仙一定留咗後着。福哥行去墟市，想揾劉算盤再傾下，點知去到雜貨鋪，鋪門緊閉。隔籬米鋪老闆話，劉算盤尋晚漏夜執包袱走咗佬，話去佛山投靠親戚，走得好急，連啲貨都唔要。福哥心頭一沉，劉算盤係陳霸仙嘅師爺，一定知道古玉嘅線索。佢忽然着草，好可能係驚俾人滅口。福哥行出墟市，經過河邊，哈叔見佢面色凝重，叫住佢：福哥，你又查緊陳百年嘅事，我勸你小心啲。尋晚有人喺你屋企附近徘徊。福哥一驚：乜人？哈叔壓低聲：着黑衣嘅，匿喺你屋後竹林。我撐道經過見到，似係陳霸仙嗰班人，佢哋可能驚你查到啲乜。福哥即刻趕返屋企，見阿蘭平安冇事，先至鬆一口氣。但佢留意到屋門嘅門閂有被撬過嘅痕跡，窗台下面仲有個新鮮嘅泥腳印。福哥將柴刀攞出嚟磨利，對阿蘭講：阿蘭，呢排你唔好一個人出入，阿爸斬柴你都跟住。阿蘭雖然驚，但見阿爸神色堅定，點點頭。福哥坐喺油燈下面，將陳百年封信同陳老太講嘅說話全部寫喺一張草紙上面，逐句推敲。水口之下，土神之側，土地廟附近有水源嘅地方。福哥諗起廟後面有一條山溪，溪邊有塊大石，石底有個淺窿。以前佢斬柴路過，成日喺嗰度洗面飲水。若果古玉真係藏喺嗰度，點解陳霸仙唔自己攞走？除非佢根本唔知水口之下呢句話，陳百年留低呢句暗語，好可能只係想俾特定嘅人睇得明。而佢周永福，正係嗰個經常喺溪邊大石洗面嘅斬柴佬。福哥決定聽日天未光就偷偷去土地廟後溪，掘開嗰塊大石底嘅泥沙。但佢亦知道陳霸仙嘅人一定暗中睇住佢，若果佢明目張膽去掘，好可能會俾人攔截甚至襲擊。佢需要幫手。福哥諗起六嬸嘅豆腐花檔日日有人幫襯，可以借機掩護。哈叔嘅渡船可以載佢由河邊兜路繞去廟後。佢仲決定去揾村中幾個比較正直嘅後生，包括阿牛個細佬阿成。阿成向來唔妥佢大佬跟陳霸仙揾食，或者肯出手相助。但福哥萬萬估唔到，當晚半夜，佢正準備熄燈瞓覺，忽然聽到屋頂傳來啪一聲輕響，似係瓦片俾人踩喐。佢即刻吹熄油燈，握緊柴刀，匿喺門後。過咗一陣，外面傳來細細嘅腳步聲，然後有人喺門縫塞入一張紙條。福哥等到腳步聲遠去，先至拾起紙條，就住月光一睇，上面寫住幾個字：福哥，古玉唔好掘，掘出來會死人。陳百年就係因為咁先至走。字跡潦草，但筆畫之間有種熟悉感。福哥反覆睇咗幾次，忽然認出呢個字跡竟然同劉算盤有幾分相似。劉算盤明明話去咗佛山，點解會半夜前返來塞紙條？佢到底係幫自己定係害自己？福哥將紙條收入懷中，一夜未眼，天未光，佢已經執齊架生，叫醒阿蘭，由後門悄悄行出，沿住河邊竹林向土地廟方向摸去。佢知道無論紙條講嘅係真係假，古玉一定要攞到手，因為呢塊玉唔單止關乎陳百年嘅遺願，更加關乎雲霧嶺底下嗰批亡魂能否得到安息。而佢心入面亦隱隱覺得呢條查案之路越行越深，越行越險。福哥帶住阿蘭，天蒙光就由河邊竹林兜路行向土地廟。佢特登揀咗條平時少人行嘅山邊小徑，兩邊長滿帶刺嘅仔樹，行得快啲都會界傷手腳。阿蘭雖然驚青，但佢咬實牙關跟實阿爸，一手揸住把生鏽嘅柴刀，一手撥開面前嘅樹枝。兩父女行咗大半個時辰，終於潛到土地廟後面嗰條山溪旁邊。
呢條山溪由雲霧嶺頂流落嚟，水清見底，溪邊果然有塊大石，圓碌碌嘅，半邊浸喺水入面，半邊露出水面，石面俾溪水沖得光滑滑。福哥細個跟阿爺斬柴嗰陣，成日喺呢度踎低身捧水飲，阿爺仲笑佢飲極都唔夠喉。幾十年過去，大石依舊，但石底嘅泥沙因為長年流水沖刷，已經積咗厚厚一層。福哥除咗鞋，捲高褲腳，踩入冰涼嘅溪水入面，彎低腰用手撥開石底嘅泥沙。阿蘭喺岸邊睇水，緊張到手指甲都搣到崩晒。福哥撥咗一陣，手指頭掂到一件硬物，冰涼涼嘅，似係石頭又唔似石頭。佢小心翼翼將嗰件嘢撈出嚟，喺溪水入面洗乾淨泥沙，竟然係一隻手掌咁大嘅青銅令牌，上面注滿細細嘅花紋，中間刻住一個山字，邊緣生滿銅綠，睇落好有年頭。福哥將令牌托喺手心，分量沉甸甸，唔似普通銅器，但呢個唔係古玉。陳百年講嘅信物明明係一塊玉，點解會變咗銅牌？福哥再將手伸入石底更深嘅泥沙入面，撥嚟撥去，又揾到一個細細嘅油布包。佢拆開油布，入面果然包住一塊青白色嘅古玉，大約2隻手指並埋咁闊，扁扁嘅，一面刻住彎彎曲曲嘅山脈線條，另一面刻住幾個古體字。福哥唔識睇，但隱約認得有個雲字。佢將古玉同銅牌一齊收好，爬上岸。阿蘭即刻遞上塊乾布俾佢抹腳。阿爸，就係呢塊玉。阿蘭好奇望住，福哥點頭，應該係啦。不過旁邊仲有塊銅牌，唔知係乜，一齊帶返去慢慢研究。兩父女正準備沿原路離開，忽然聽到土地廟前面傳來人聲。福哥即刻拉阿蘭匿入溪邊嘅草叢，透過草縫向外望。阿牛帶住3個打手行到廟前，其中一個打手大聲問：睇清楚未？周永福有冇行過嚟？阿牛答：我啱啱由村口行過來，唔見人，可能佢今日冇出門。打手罵道：廢柴！霸仙哥雖然入咗去，但佢話過呢塊玉一定要睇實，若果俾人掘走咗，我哋全部冇運行。福哥同阿蘭匿喺草叢入面，大氣都唔敢抖。等到嗰幾個人行遠咗，佢哋先至慢慢爬出嚟，由竹林另一邊兜大圈返屋企，關埋門。福哥將古玉同銅牌擺喺台面，點着油燈仔細端詳。古玉上面嘅山脈線條，越睇越似雲霧嶺嘅形狀，尤其係嶺頂分成3條支脈嗰個位，同真嘅地形一模一樣。但古玉背面嗰幾個古體字，福哥睇極都唔明。至於嗰塊銅牌，更加古怪。銅牌正面除咗個山字，周圍圍住一圈細細嘅符號，似字又似畫，背面就平滑一片，乜都冇。福哥揾條舊繩穿起塊古玉，掛喺頸入面，貼玉收好，銅牌就用布包住，塞入枕頭底。佢同阿蘭講：阿蘭，今日呢件事，千祈唔好同任何人講。陳霸先啲人仲喺度周圍查，若果知我哋攞到玉，實會來搶。阿蘭用力點頭。第2日，福哥決定去揾村中唯一可能識得古字嘅人——廟祝公。廟祝公姓梁，人稱梁伯，睇住土地廟幾十年。以前聽講佢讀過幾年私塾，仲識得睇風水。福哥行到土地廟，梁伯正喺廟前面掃地，見到福哥，笑住打招呼：福哥，好耐冇見，今日唔斬柴。福哥借意行近，細細聲問梁伯：我揾到件舊物，上面有幾個古字，你幫手睇下認唔認得？梁伯掃把一停，面色微微變咗一變，但隨即恢復正常。入廟講，福哥跟佢行入廟內，梁伯關埋門。福哥由懷中取出古玉遞過去，梁伯一睇，雙手即刻震咗一震。佢將古玉托到窗前就住光線睇咗好耐，然後嘆口氣：福哥，呢塊玉你喺邊度揾到？福哥冇瞞佢，土地廟後溪大石底下。梁伯點點頭，似係早有預料。呢塊玉我認得，30年前我仲係後生嗰陣，跟過一個遊方風水先生上山，佢手上就揸住類似嘅玉，話係明朝一位高官留下嘅山龍令牌，指明咗雲霧嶺嘅龍脈所在。風水先生後來走咗，話塊玉留喺廟中鎮山，之後就唔知去向。福哥追問：咁背面呢幾個字寫乜？梁伯迷起眼，一個字一個字讀：雲嶺床骨三尺下。佢讀完，面色更加凝重。福哥，呢句說話好唔吉利。雲嶺床骨3尺下，即係話雲霧嶺某個地方3尺深嘅泥土下面埋住骨骸。加上你話溪底仲有塊銅牌，銅牌上面個山字同符號，可能係標記位置嘅記號。我估
呢塊玉同銅牌本來係一套，一個寫明有骨，一個標記位置。福哥即刻諗起陳老太講過嘅滅門血案同人骨瓦，若果真係有骨頭埋喺山中，而且要用古玉同銅牌一齊標記，即係話呢批骨頭嘅來歷非同小可。佢問梁伯：梁伯，你記唔記得當年個風水先生有冇講過呢批骨頭係邊個嘅？梁伯搖頭，佢冇講清楚，只係話山靈有怨，需以玉鎮之，將玉留低之後就匆匆走咗，好似好驚有人追佢咁。福哥謝過梁伯，行出土地廟，佢企喺廟前望住雲霧嶺嘅山勢，忽然留意到一個之前從未發現嘅細節：嶺頂三條支脈之中，中間嗰條支脈嘅山脊線同古玉上面刻嘅彎曲線條完全吻合，而銅牌背面雖然平滑，但邊緣有幾個淺淺嘅凹痕，組合埋一齊，似係指向山脊某個特定位置。福哥心入面有個大膽嘅推測，呢塊古玉唔只係信物，更加係一張地圖。陳百年所講嘅信物歸還神位之下，可能唔只係將玉放返土地廟，而係要將玉帶去山中嗰個真正嘅龍脈位置，完成某種儀式，先至能夠平息山靈嘅怨氣。但呢個推測有一個大漏洞，若果古玉咁重要，點解陳百年要將佢交俾陳霸先？陳老太話陳百年助紂為虐，即係佢曾經幫陳霸先隱瞞古玉嘅存在，但後來陳百年後悔，寫信叫福哥取回，中間到底發生過乜嘢事？福哥決定再去找陳老太，問清楚陳百年當年交玉嘅經過。呢次福哥揀咗夜晚去陳家大屋，陳老太開門見係佢，請佢入廳坐。福哥將古玉取出俾陳老太過目，陳老太一見，眼淚即刻湧出，就係呢塊玉，百年當年親手交俾霸先嗰陣，我喺隔籬睇住，百年雙手遞過去，霸先一手搶走，仲笑住話：大佬，你終於識做啦！百年當時面都白晒，返房之後關埋門喊咗成晚。福哥問伯母：你知唔知百年哥點解會將玉交俾霸先？陳老太抹抹眼淚，因為霸先捉住百年一個痛腳。百年喺廣州教書嗰陣，曾經同一個學生嘅家姐有婚約，後來嗰個女仔因為百年遲遲唔娶佢，一氣之下跳咗河，雖然夠反，但從此癲癲傻傻。霸先知道呢件事之後，威脅百年，若果唔將古玉交出來，就將呢件事揚出去，等百年身敗名裂。百年冇辦法，唯有就範。福哥聽完，心入面對陳百年嘅同情又多咗幾分。一個讀書人，為咗守住自己嘅秘密，被逼幫親大佬做壞事，難怪佢會話自己助紂為虐。但佢同時更加好奇，陳霸先要塊古玉，唔止為咗揾龍脈，仲可能係為咗控制山中嗰批藏骨。若果嗰批骨頭真係同舊時滅門血案有關，陳霸先手握古玉，就可以隨時用呢件事威脅成條村。福哥臨走前，陳老太拉住佢，細聲講：永福，百年臨走之前，重留低一句話。佢話：若果有一日有人揾到古玉，就叫嗰個人去揾水上嘅姑婆三水婆。三水婆住喺下游一個艇上，幾十年唔上岸，佢可能知道多啲關於山中藏骨嘅事。福哥記低呢個名字，借過陳老太，翻屋企途中，月光照住雲霧嶺嘅山影。福哥忽然覺得呢座斬咗幾十年柴嘅山，原來隱藏住咁多佢唔知道嘅秘密。佢摸住胸前嘅古玉，決定聽日一早就去下游揾三水婆。但佢亦知道陳霸先嘅人一定暗中跟住佢，若果俾佢哋發現自己去揾三水婆，可能會連累到嗰個水上孤戶。佢需要一個更隱蔽嘅方法。福哥諗起哈叔嘅渡船，可以喺夜晚唔點燈，沿住河岸靜靜撐落下游。佢同哈叔交情深厚，哈叔一定肯幫手。當晚福哥瞓覺之前，將古玉同銅牌重新包好，分別藏喺兩個唔同嘅地方。佢仲寫咗一張字條，如果自己出事，就叫阿蘭將字條交俾梁伯。一切準備妥當，佢先至合眼。但佢點都估唔到，第二日天光，佢仲未出門，就聽到村口傳來一陣嘈雜聲，有人大叫：福哥，福哥，你屋企出咗事！福哥衝出門口，只見自己間泥磚屋嘅屋頂，一夜之間被人拆咗一個大窿，瓦片碎晒落地，屋內嘅台凳全部翻轉，好似俾人洗劫過一樣。阿蘭嚇到縮喺牆角，面青口唇白。福哥蹲低身，喺碎瓦之中揾到一張紙條，上面寫住：玉交出來，否則下次燒屋。字跡同上次菜紙條嗰張一模一樣，但語氣兇狠得多。福哥捏住紙條，手背青筋暴現。佢知道對方已經唔再客氣，佢摸一摸心口，古玉平安無事。
佢昨晚預先收好嘅銅牌亦都冇被發現，但呢個警告清楚表明，陳霸先嘅人已經盯實佢，佢嘅一舉一動都有人喺暗處監視。福哥扶起阿蘭，幫佢抹走面上面嘅灰塵，沉聲道：阿蘭，你今日去姑婆屋住幾日？阿爸要出一趟遠門。阿蘭喊住拉住佢：阿爸，你唔好去，佢哋會殺你㗎。福哥笑住摸摸佢個頭：傻女，阿爸斬咗幾十年柴，雲霧嶺啲樹都未驚過，使驚佢哋幾個爛仔。你放心，阿爸一定會返來。佢將阿蘭送去姑婆屋，然後行去河邊，找到哈叔。哈叔一見佢面色，乜都唔問，只係點一下頭，將船撐埋岸。福哥跳上船，哈叔竹篙一撐，小艇無聲無息滑入河中，向着下游三水婆嘅艇戶方向駛去。晨霧籠住河面，兩岸榕樹垂落水中的氣根隨風擺動，好似無數隻手喺度招手。福哥坐喺船頭，手入面握住嗰塊骨肉，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無論前路幾險，都要揾到三水婆，問清楚山中藏骨嘅真相。因為佢隱約覺得呢個真相唔單止關乎陳百年嘅遺願，更加關乎石塘圍幾百戶人嘅命運。而佢周永福一個斬柴佬，竟然就係揭開呢個百年秘密嘅關鍵人物。哈叔嘅小艇順住河水向下游飄，晨霧濃到幾尺外就睇唔清人影。福哥坐喺船頭，手揸住槳幫手撥水，兩隻眼不停掃視兩岸。佢知道陳霸先嘅人馬可能已經發現佢離開咗村，若果佢哋由陸路追落嚟，隨時會喺某個渡頭截住佢。哈叔經驗老道，專揀河邊嘅淺灘同水草叢行，小艇擦住蘆葦邊緣劃過，幾乎冇聲。大約行咗一個時辰，河面愈來愈闊，兩岸嘅榕樹漸漸變成低矮嘅灌木叢。哈叔指住前方一處河灣：福哥，三水婆就住喺嗰度。佢隻艇泊喺岸邊好多年，平時好少見佢上岸。福哥順住佢手指方向望過去，果然見到一隻舊木艇，半邊擱喺泥灘上面。艇身黑漆漆嘅，篷頂鋪滿枯草，似係好耐都冇移動過。艇頭掛住一串風乾嘅河魚，隨風搖擺，散發出鹹些味。哈叔將船撐近，福哥跳落泥灘，行到舊木艇前面，出聲問：請問三水婆喺唔喺度？艇內傳出一陣咳嗽聲，然後一個沙啞嘅老虎聲響起：邊個揾我？福哥恭敬答道：我係石塘圍嘅周永福，陳百年託我來揾你，想打聽一啲舊事。艇內沉默咗一陣，然後竹篷簾雪一聲拉開，露出一張布滿皺紋嘅面。三水婆大約70歲，頭髮白晒，但一對眼仍然炯炯有神。佢上下打量福哥，目光最後停留喺福哥頸上露出嘅紅繩。你掛住乜嘢？三水婆問。福哥將骨肉由衫領內取出，遞上前。三水婆一見塊肉，面色就變。佢伸手接過，用拇指摸沙肉面嘅紋路，口唇微微顫抖。呢塊肉，終於有人揾到佢。佢將肉還俾福哥，嘆口氣：你上艇講。福哥爬入艇內，艇艙細細，但執拾得乾淨。三水婆喺一個小炭爐上面煲緊水，斟咗碗茶遞俾福哥，然後坐低望住河面出咗一陣神，先至開口：你知唔知我點解幾十年唔上岸？福哥搖頭。三水婆指住雲霧嶺嘅方向：因為我唔敢再行近嗰座山。40年前，我係山上一個採藥女，日日背住竹上山採藥賣。有一日，我喺山腰一個石洞入面見到一堆白骨。福哥心頭一緊，三水婆續道：嗰堆白骨整整齊齊排喺洞入面，有大人有細路，總共7副。白骨旁邊仲有啲爛晒嘅衫褲碎片，同埋幾件生鏽嘅鐵器。我嚇到即刻跑落山，但當晚就發高燒，病咗成個月。好返之後，我偷偷再上山，想將啲骨頭埋好，點知嗰個石洞已經被人用泥封住咗。你知唔知係邊個封嘅？福哥問。三水婆搖頭：我唔知，但後嚟我聽講，陳家兄弟曾經喺山腰掘過一批古董，我懷疑嗰堆白骨就係同嗰批古董埋一齊。陳家兄弟發現之後，為咗唔俾人知，將石洞封死，然後對外講話掘到官宦墳墓。福哥即刻諗起陳老太講嘅滅門血案同人骨瓦，同三水婆嘅描述完全吻合。三水婆繼續講：我因為驚，從此唔敢再上山，搬落河邊住。但呢幾十年來，我晚晚發夢都見到嗰7副白骨，佢哋企喺夢入面望住我，好似想同我講嘢。我知佢哋死得冤枉，一直想有人幫佢哋超度，但我一個姑婆邊有能力？佢講到呢度，眼角滲出淚水。福哥追問：
三水婆，你記唔記得嗰個石洞嘅確實位置？三水婆皺眉諗咗好耐，由山腰嗰片老樟樹林向上行，大約半個時辰，會見到一塊企直嘅大石，似個人形。大石後面有個塌咗一半嘅山窿，就係嗰度。福哥心入面記實呢個描述。老樟樹林佢斬柴成日經過，但人形大石佢從來冇留意過，可能因為俾雜草遮住咗。福哥謝過三水婆，將古玉收好，準備離開。臨走前，三水婆拉住佢隻手，神色凝重。後生仔，你若要上山，一定要帶齊香燭紙錢，仲要帶一包白米。舊時啲人話山靈受冤，要以米飯香火安魂，千萬唔好空手去，否則會惹禍。福哥點頭，將呢番話記喺心入面。返程途中，哈叔撐住船，細聲問福哥：你諗住真係上山？福哥點頭，一定要去。嗰7副白骨埋咗咁多年，若果唔超度，山靈永遠唔得安寧。陳霸先之所以要封山，除咗為咗杉木，更可能係怕有人發現嗰個石洞。哈叔嘆口氣：我陪你去。福哥搖頭：哈叔，你年紀大，上山太辛苦，你幫我喺山腳接應就得。小艇駛近石塘圍河邊，天色已經近黃昏。福哥跳上岸，正準備翻屋企準備上山嘅架生，忽然聽到身後傳來一陣急速腳步聲。佢回頭一睇，阿牛帶住4個打手由村口衝出嚟，個個手持木棍，面色兇狠。阿牛大嗌：周永福，你企喺度！福哥心知不妙，轉身想跑，但打手已經由兩邊包抄，將佢團團圍住。阿牛行到福哥面前，面色又驚又怒：福哥，你唔好怪我。霸仙哥雖然入咗監，但佢外面啲兄弟話，若果你繼續查落去，就要你條命。佢哋叫我帶人來攔你，我都冇辦法。福哥望住阿牛，冷靜地問：阿牛，你大佬俾陳霸先害到傻咗，你仲幫佢？阿牛面上一陣抽搐，但隨即咬住牙：我大佬係佢自己貪心偷柴，關霸仙哥乜事？福哥，你唔好再講，交塊肉出來，我保證唔傷你。福哥手摸住腰間嘅柴刀，但對方4個人，自己一個，打起來一定蝕底。佢心念電轉，忽然伸手指住阿牛身後，大嗌一聲：陳老太，你來得正好。阿牛同幾個打手下意識回頭一望，福哥趁呢個空檔，一個箭步衝入旁邊嘅竹林，矮身轉入密叢。打手們反應過來，一齊追入竹林，但竹林入面黑暗濕滑。福哥對呢帶地形熟過自己屋企，3兩下就由竹林另一邊竄出，沿住河邊狂奔。佢一路跑翻屋企，閂實門，搬張台頂住門閂，然後氣喘吁吁坐低。佢知道陳霸先嘅人已經唔再同佢客氣，今次攔截失敗，下次可能會更狠。佢摸住胸前嘅古玉，心入面更加堅定，一定要趁對方未落重手之前，盡快上山揾到石洞，將嗰7副白骨妥善安置。當晚，福哥執齊架生、柴刀、火石、繩索、乾糧、1壺水，仲專登去六嬸度買咗1包白米同1紮香燭。佢將三水婆嘅說話全部照做。臨出門前，佢寫咗一封短信，交俾隔籬屋嘅陳伯。若果自己3日之內冇返來，就將信交俾梁伯同陳老太。陳伯接過信，手都震埋：福哥，你唔好亂來啊！福哥笑住拍拍佢膊頭：伯，你放心，我斬咗幾10年柴，雲霧嶺每一棵樹都識得我，佢哋唔會為難我。福哥趁夜色由村後小路摸上山，今次佢冇行石梯徑，而係由一條平時斬柴先至行嘅隱蔽小徑，繞過土地廟，直插山腰嘅老樟樹林。月光透過樹葉灑落地面，照出一地碎銀。福哥摸黑行咗大半個時辰，終於嚟到老樟樹林。佢企喺林邊，借住月光四圍打量，果然見到林子上方有一塊突出嘅大石，隱約似個人形。佢撥開雜草，慢慢行近，大石後面果然有一個塌陷嘅山窿，窿口俾碎石同泥土封住大半，但隱約仲見到一條窄縫可以捐入去。福哥用柴刀清理窿口嘅雜草同碎石，然後側身由窄縫捐入。窿入面漆黑一片，佢點着火石，就住微光一睇，呢個窿大約1丈深，地面鋪滿灰塵同落葉。窿底中央果然整整齊齊排住7副白骨，骨骼已經發黃發黑，但形態完整，大人細路清晰可辨。白骨旁邊散落幾片爛布，同埋一把生鏽到幾乎睇唔出形狀嘅短刀。福哥心頭一酸，蹲低身，合埋眼念咗幾句阿彌陀佛，然後將帶嚟嘅白米撒喺白骨周圍，點起香燭，
插喺窿壁嘅泥縫入面，煙霧升起。福哥正準備將古玉取出，放喺白骨前面作為鎮物。忽然窿外傳來一陣腳步聲同人聲，有人大叫：喺呢度！我見到火光，福哥心知不妙，即刻將古玉收翻入懷，吹熄香燭，匿入窿底最深處嘅暗角。窿口嘅窄縫被人用木棍撬開，幾個黑影轉入來，為首嘅正係日頭攔截佢嘅其中一個打手，手入面揸住一把明晃晃嘅匕首。周永福，你出嚟！我哋知道你喺入面。打手大嗌。福哥匿喺暗角，大氣唔敢抖。佢望住窿底嗰七副白骨，忽然靈機一觸，將手入面嘅香燭碎石同白米撒向窿口方向，然後壓低聲模仿一個老婦嘅聲線，悠悠地講：邊個吵醒我哋？打手們一聽，個個面青口唇白，其中一個嚇到即刻縮返出去。有鬼！有鬼啊！幾個人連爬帶滾由窿口撤退，腳步聲愈來愈遠。福哥等到外面完全靜落嚟，先至慢慢爬出窿口。月光照住佢滿面汗水泥垢，佢望住窿內嗰七副白骨，心入面暗暗發誓，一定要將呢件事公諸於世，為呢七個冤魂討回公道。但佢亦知道，陳霸先嘅人雖然暫時嚇走，但佢哋一定會再返來。而古玉上面雲嶺藏骨3尺下嘅指示，同埋三水婆、陳老太、梁伯、陳百年各人嘅說話，全部串聯埋一齊，形成一個完整但依然有缺嘅拼圖。呢七副白骨嘅真正身份係邊個？佢哋因何被殺？陳百年同陳霸先兩兄弟喺呢件事入面到底扮演咗咩角色？福哥摸黑落山，返到屋企，天邊已經透出魚肚白。佢坐喺門檻上面，望住雲霧嶺嘅神霧。忽然聽見村口傳來一陣馬蹄聲同車輪聲，一輛縣衙門嘅馬車駛入村，停喺祠堂前面。幾個差役跳落車，為首一個師爺模嘅人揚聲問：邊個係周永福？縣太爺有請，話要問雲霧嶺藏骨一案。福哥心頭一震，縣衙門竟然主動插手，係邊個報嘅案？佢換過一件乾淨衫，行出門口，跟住差役登上馬車，馬車碌碌駛出石塘圍。福哥望住窗外逐漸遠去嘅雲霧嶺，心入面知道呢件事已經由村中紛爭升級成官府公案，而真正嘅真相可能遠比佢想象中更加複雜。馬車一路顛簸，由石塘圍駛向縣城。福哥坐喺車廂入面，手揸住膝頭上面嘅舊布袋，心入面反覆推敲緊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佢由陳霸先扮鬼封山講起，到阿牛同水雞被打傷，到土地廟神台底發現陳百年嘅信，到陳老太講嘅古董同古玉，到梁伯睇出玉上嘅古字，到三水婆講嘅七副白骨，再到琴晚親眼喺石洞入面見到嘅骸骨同生鏽短刀，所有碎片喺腦海入面轉來轉去，就好似一個打亂咗嘅拼圖，差一塊關鍵就拼得完整。馬車行咗大約2個時辰，駛入縣城衙門。福哥跟住差役行入大堂，見堂上坐住個身穿官服嘅縣太爺，大約50歲，面圓圓，留住2撇鬍鬚，睇落唔算兇惡。旁邊企住個師爺，手揸毛筆準備記錄。縣太爺見到福哥，開口問：你就係周永福？有人報案話你私闖山窿，盜取古物，仲散布謠言擾亂鄉里，你認唔認罪？福哥一聽，即刻明白呢單嘢肯定係陳霸先嘅人搶先一步，反過來告佢一狀。佢即刻跪低，大聲道：大人，草民冤枉！草民係為咗查清楚雲霧嶺一宗舊時命案，先至入山窿探查。山窿入面有7副白骨，草民有證人同證物可以證明。縣太爺眉頭一皺：7副白骨，你講清楚啲。福哥由懷中取出古玉同銅牌，雙手奉上。大人，呢塊古玉同銅牌係草民喺土地廟後溪大石底下揾到嘅，上面刻住雲嶺藏骨3尺下6個字。草民根據線索上山，發現山窿入面果然有7副白骨，仲有一把生鏽短刀。草民懷疑呢7副白骨係舊時一宗滅門慘案嘅死者，被人埋喺山中多年，一直未有超度。佢跟住將陳百年封信、陳老太嘅口供、三水婆嘅描述，全部一五一十講出嚟。縣太爺聽完，面色漸漸凝重，佢將古玉同銅牌遞俾師爺仔細檢視。師爺睇完之後細聲稟報：大人，呢塊玉嘅材質同刻工確實似係明朝之物，而銅牌上面嘅符號亦似舊時官府用以標記要地嘅記號。若果真係有7副白骨，呢單案非同小可。縣太爺點點頭，吩咐差役即刻派人去雲霧嶺山窿，將白骨起出，運返衙門驗明。
另外，傳召陳老太、梁伯、三水婆、哈叔等人到堂作證。福哥見縣太爺肯受理，心中稍定，但佢亦知道陳霸先嘅人喺縣城一定亦有門路，呢單案絕對唔會一帆風順。果然，第二日差役上山起骨嗰陣，發現山窿已經被人重新用巨石封死，窿口仲淋咗桐油，點過火，燒到昏黑一片。差役撬開巨石入內一睇，7副白骨竟然少咗2副，剩下5副亦被移動過，排列混亂，顯然有人趁夜潛入做過手腳。差役反衙門稟報，縣太爺勃然大怒，大膽，竟然敢毀壞證物，即刻緝拿可疑之人。福哥聽到呢個消息，深知一定係陳霸先嘅人馬所為，佢哋想毀屍滅跡，等官府冇法查證。但福哥手上仲有古玉、銅牌、陳百年封信，同埋三水婆、陳老太等人嘅口供，呢啲全部都係鐵證。佢請求縣太爺准許佢反村，協助差役緝拿疑犯。縣太爺准咗，派2名差役跟福哥一齊反石塘圍。反到村口，福哥遠遠就見到祠堂前面聚集咗幾十個村民，個個面帶慌張。陸嬸一見福哥，即刻跑過來：福哥，出事啦！尋晚有人放火燒咗陳家大屋個偏廳，陳老太差啲死。好彩佢走得快，但間屋燒咗一半。福哥大驚，陳老太又冇事。陸嬸搖頭，人冇事，但佢嚇到病咗，而家喺姑婆屋休息。福哥即刻趕去姑婆屋。姑婆屋係村中幾位自梳女合住嘅老屋，向來清靜。福哥入到去，見陳老太瞓喺床上面，面白如紙，旁邊幾個姑婆輪流照顧。陳老太見到福哥，掙扎住坐起身，捉住佢隻手，聲嘶力竭：永福百年封信，我放喺偏廳神樓底嘅木盒入面，連埋8年留低嘅幾本日記，全部燒晒。佢講完，淚水直流。福哥心頭一沉，陳百年嘅日記可能記載咗更多關於白骨、古玉同陳家兄弟嘅往事，而家一把火燒晒，線索又斷咗一大截。但佢同時更加肯定，放火嘅人一定就係陳霸先嘅餘黨，佢哋想毀滅所有對陳霸先不利嘅證據。福哥安慰陳老太幾句，然後行出姑婆屋，同2名差役商議。差役問：周永福，你覺得放火嘅係邊個？福哥諗咗一陣，村入面仲有幾個陳霸先嘅死忠，包括阿牛同另外3個打手，但阿牛性格懦弱，未必夠膽放火燒陳家大屋。我懷疑背後仲有人指使。佢忽然諗起一個人，劉算盤。劉算盤雖然話去咗佛山，但佢曾經半夜前返來塞紙條俾福哥，字跡同後來威脅燒屋嘅紙條有幾分相似。若果劉算盤根本冇走，一直匿埋喺村附近，咁佢就係最有可能暗中搞事嘅人。福哥同差役商量完，決定分頭行動。差役去搜查阿牛同幾個打手嘅屋企，福哥就去河邊揾哈叔，打聽有冇見過可疑人物出入。福哥行到河邊，哈叔正喺度補網，見福哥來，細細聲講：福哥，我尋晚見到劉算盤。福哥一愕，佢唔係去咗佛山？哈叔搖頭：我親眼見佢黃昏時分由竹林行出嚟，着住件舊黑衣，匿埋喺陳家大屋後面。過咗冇幾耐就見到火光亮起，佢放完火之後，沿住河邊向下游跑。我撐船跟咗一段，見佢捐入三水婆住嗰個河灣。福哥心入面即刻串聯起所有嘢。劉算盤一直冇走，佢匿埋喺三水婆附近，暗中監視福哥嘅行動。佢先後2次塞紙條，第一次警告福哥唔好掘古玉，第2次威脅交獄，明顯係2面3刀。而佢放火燒陳家大屋，就係想毀滅陳百年嘅日記，唔俾官府知道更多內情。但佢點解要咁做？佢同陳霸先嘅關係真係單純嘅師爺同僱主咁簡單？福哥決定去揾劉算盤對質，佢叫哈叔撐船，趁夜色再次駛向下游三水婆嘅河灣。今次佢帶埋差役一齊，以防對方反抗。小艇靜靜泊近舊木艇，福哥跳上岸，行到三水婆嘅艇前，卻見艇內空無一人。三水婆嘅被鋪雜物全部唔見晒，好似搬走咗。福哥心知不妙，四圍搜尋，終於喺河灘嘅泥濘上面見到幾對凌亂嘅腳印，一路延伸入岸邊嘅密林。差役點起火把，3人循住腳印追入密林，行咗大約1炷香時間，忽然聽到前面傳來爭吵聲。福哥撥開草叢一睇，劉算盤正拉住三水婆嘅手臂，惡狠狠咁講：你同周永福講咗啲乜？你快講！三水婆掙扎住罵：你放開我！你幫陳霸先害死咁多人，
你仲想害幾多個？劉算盤冷笑，害人係你哋自己蠢。嗰批古董本來可以賣大錢，你哋偏偏要搞咁多事。福哥大喝一聲，劉算盤，你仲想走？劉算盤一驚，回頭見到福哥同差役，面色劇變，鬆開三水婆轉身就跑，但佢跑唔夠幾步，就被密林嘅樹藤絆倒，成個人附喺地上。差役衝上前將佢按住，鎖上手扣。福哥行到劉算盤面前，俯視住佢：你點解要放火燒陳家大屋？點解要毀滅陳百年嘅日記？劉算盤被差役抽起身，面如死灰，終於崩潰，大聲道：因為陳百年本日記入面寫晒所有嘢，寫晒陳霸先點樣叫我幫手掘古董，點樣將七副白骨搬入石洞，點樣威脅村民封山。若果本日記落到官府手，我同霸先都冇命。福哥追問：嗰七副白骨到底係邊個？劉算盤低住頭，聲如蚊蚋：係40年前一戶由北方逃難來嘅人家，佢哋喺雲霧嶺搭棚開荒。霸先嘅阿爺見佢哋有幾件值錢嘅家傳首飾，就帶人上山殺晒佢哋，將屍體埋喺山窿入面。後嚟霸先嘅阿爺死咗，呢件事就由霸先接手隱瞞，仲將嗰戶人家嘅陪葬品當做古董賣出去。呢番話一出，全場震驚。福哥萬萬估唔到，呢單滅門血案竟然係陳霸先嘅阿爺所為。而陳霸先一直以嚟封山、扮鬼、壟斷山貨，全部係為咗掩蓋佢家族幾十年前嘅殺人罪行。三水婆聽到呢度，坐喺地上放聲大哭：我當年見到嘅白骨就係嗰戶人家，佢哋死得咁慘，埋喺山窿幾十年，冇人知冇人理。福哥蹲低身，扶起三水婆，輕聲道：三水婆，你放心，而家官府已知情，一定會還佢哋一個公道。佢轉向劉算盤：除咗日記，仲有冇其他證據？劉算盤面如土色：有一份地契，係霸先阿爺當年強佔嗰戶人家山地嘅契據，一直收喺公局暗格入面。霸先叫我保管，我將佢收喺雜貨鋪地磚下面。差役即刻壓住劉算盤反穿，由雜貨鋪地磚下面起出一份發黃嘅舊地契，上面清楚寫住光緒年間某戶李姓人家購置雲霧嶺山地嘅記錄，但後來被塗改過，改成陳家名下。呢份地契連同古玉、銅牌、白骨、三水婆嘅口供，形成一條完整嘅證據鏈，足以將陳霸先家族嘅罪行釐清。福哥企喺祠堂前面，望住差役將劉算盤押上馬車送往縣城，佢摸住胸前嘅古玉，心入面百感交集。呢件事由一封山令開始，查咗咁耐，終於揾到真相嘅源頭，但佢亦知道真正嘅結局仲未到。七副白骨雖然起出5副，但仲有2副不知所蹤，肯定係被陳霸先嘅人另外收藏。而陳霸先雖然入咗監，但佢喺外面嘅勢力一日未清，石塘圍嘅安寧就一日未穩。當晚福哥返到屋企，阿蘭已經由姑婆屋返來，煮好一鍋熱粥等佢。兩父女坐喺油燈下面靜靜食粥。福哥將所有事情由頭到尾講俾阿蘭聽。阿蘭聽到嗰戶人家被滅門嗰陣，忍唔住喊出嚟。福哥摸摸佢個頭：阿蘭，做人千祈唔可以貪心，更加唔可以害人。陳家為咗幾件首飾殺人滅門，結果禍延3代，連累子孫。呢個教訓，石塘圍所有人都要記住。阿蘭抹乾眼淚，問阿爸：咁仲有2副白骨去咗邊？福哥搖頭，未知，但阿爸一定會揾到，因為呢7副骨頭，一日未齊，一日未超度，嗰戶人家嘅冤魂就一日唔得安息。佢望向窗外嘅雲霧嶺，月光照住山脊，朦朦朧朧，好似有7個影企喺山頂。望住石塘圍呢片曾經奪走佢哋性命嘅土地，福哥知道第6章嘅伏筆已經全部匯總，幕後嘅黑手亦已經浮出水面，但真正嘅結局仲差最後一步，揾返失蹤嘅2副白骨，將7副骸骨完整合葬，然後將古玉放歸土地廟神位之下，完成陳百年嘅遺願。而呢個最終章將會決定石塘圍未來嘅命運，亦會為呢段橫跨3代人嘅恩怨血案畫上一個真正嘅句號。佢合埋眼，喺心入面默默許願，但願天明之時，所有真相都能大白，所有冤魂都能安息。天光之前，福哥已經起身，佢將古玉同銅牌用紅布包好，放入懷中，又執定1把香燭、1包白米、3碗清茶，全部裝入竹籃。阿蘭亦醒咗，默默幫阿爸準備乾糧。兩父女相對無言，
但眼神之中都明白，今日係了結一切嘅日子。福哥出門之前，行到屋後嘅小土坡，面向雲霧嶺，合埋眼，低聲念咗幾句：天地有靈，事諾有報。今日周永福已誠心祭拜，願山中亡魂得以安息，願石塘圍從此太平。佢拜完，轉身行向村口，阿蘭跟喺後面，手入面揸住一紮山花，係佢琴日特登由山腳採返來嘅野杜鵑。兩父女行到祠堂前面，發現已經有幾十個村民聚集。原來差役琴晚已經將劉算盤嘅口供同地契呈報縣衙，縣太爺今朝一早派人送來批文，正式將陳霸先列為滅門血案主犯，連同佢阿爺嘅舊案一併追究。陳霸先由監獄押解上庭，等候秋後問斬。而陳老太雖然痛失家園，但因為佢主動協助查案，縣衙特准佢遷入姑婆屋養老，由村中公費供養。梁伯企喺祠堂街前，手捧一冊舊族譜，揚聲對村民講：各位鄉親，今日我哋要為40年前喺雲霧嶺遇害嘅李姓一家7口舉行超度法事。呢戶人家當年由北方逃難來，本來想喺石塘圍安居落戶，點知遭逢橫禍，全家被殺。今日官府已經查明真相，陳家3代人嘅罪行亦已公諸於世。我哋石塘圍嘅人雖然窮，但絕對唔可以做傷天害理嘅事。佢講完，村民紛紛點頭，有啲婦人仲偷偷抹眼淚。福哥行到梁伯身邊，細聲問：梁伯，仲有2副白骨下落不明，點算？梁伯皺眉：我尋晚諗咗成晚，劉算盤話佢將2副骨頭另外收埋，但佢死都唔肯講喺邊。我估計可能係收喺陳家大屋嘅地窖。福哥即刻帶同幾名後生去陳家大屋搜查。大屋雖然燒咗偏廳，但主體仲喺度。佢哋喺廚房灶底揾到一個暗門，打開之後，果然係一個狹窄地窖，入面擺住2個瓦。打開一睇，正係失蹤嗰2副白骨。福哥小心翼翼將2個瓦搬出，連同之前起出嘅5副白骨，一共7副，整整齊齊排喺祠堂前面嘅空地上面。村民自動自覺讓出一片空地。梁伯指揮後生仔搭起臨時祭壇，擺上3生果品香燭。三水婆由河邊趕到，佢換咗一件乾淨嘅藍布衫，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手捧一碗白米飯，行到白骨前面，雙膝跪低，戰聲道：李家人，我對唔住你哋，當年我見到你哋嘅骨頭，嚇到走咗，幾十年都冇膽幫你哋出頭，今日終於有人還你哋公道，你哋安息啦。佢將白米飯撒喺地上，淚流滿面。福哥將骨肉由紅布中取出，雙手捧到祭壇中央。佢依照陳伯年信中嘅指示，將骨肉放喺一個新造嘅木盒入面，然後將木盒安放喺土地廟神位之下，銅牌就擺喺木盒旁邊。作為鎮物，梁伯點起香燭，帶領全村人一齊鞠躬上香，香煙升上天空，風吹過祠堂檐角，發出嗚嗚嘅聲響，好似有人喺度低聲哭泣。正當眾人低頭默哀之際，忽然天色就變，原本晴朗嘅藍天湧來一片烏雲，轉眼間落起大雨。村民紛紛走避，但福哥企喺雨中冇喐。佢望住祭壇上面嘅7副白骨，任由雨水淋濕全身。奇怪嘅係，呢場雨落咗大約一盞茶時間就停咗。雨後天邊出現一道彩虹，正正橫跨雲霧嶺嘅山頂。梁伯望住彩虹，喃喃道：好兆頭，山靈受祭，冤魂得安。呢場雨係洗滌污穢嘅雨。超度法事完畢之後，福哥同幾個後生將7副白骨重新裝入瓦。揀咗雲霧嶺向陽嘅一處山坡，掘遠安葬。佢哋立咗一塊石碑，上面由梁伯親筆刻字：你們7口之墓，民國某年某月立。下款刻住石塘圍眾鄉親敬立。福哥將帶嚟嘅山花插喺墳前，跪低拜咗3拜，心入面默默講：李家人，你哋可以安心長眠啦。處理完所有後事，福哥返到屋企，已經係黃昏時分。阿蘭煲咗一鍋老火湯，兩父女坐喺門口，望住夕陽下山。雲霧嶺嘅山脊染成一片金黃。阿蘭問阿爸：你話陳霸先會唔會秋後問斬？福哥飲啖湯，搖搖頭，佢罪有應得，斬唔斬都係天意。但阿爸最欣慰嘅係終於還咗李家人一個公道，亦都還咗陳伯年一個清白。伯年哥當年被逼幫霸先隱瞞，內心受咗幾多煎熬，冇人知道。佢留低封信同日記，就係想有一日真相可以大白。阿蘭沉默一陣，又問阿爸：你話做人最緊要係乜？福哥笑住摸摸個女嘅頭：做人最緊要心正，錢財身外物，名利過眼雲煙。你睇陳家，
為咗幾件首飾，殺人滅門，結果3代人都不得善終。霸先嘅阿爺害人，霸先承繼佢阿爺嘅惡業，繼續作惡，最後連累阿媽冇屋住，自己仲要坐監。呢啲就係因果報應，天理循環。唔到你唔信，福哥續道。但係你睇下三水婆，佢雖然驚咗幾十年，但最後都鼓起勇氣講出真相。陳老太，佢雖然係陳家人，但佢冇包庇個仔，反而幫手查案。哈叔、六嬸、梁伯，個個都出過力，呢就係人間嘅溫情。惡人做得幾耐，都敵唔過一村人齊心。阿蘭聽完，用力點頭，將阿爸嘅說話記喺心入面。幾日之後，縣衙正式公告，陳霸先判處斬刑，劉算盤判處終身監禁。陳霸先名下所有財產充公，用作賠償李姓後人。可惜李家人已無後人喺世，呢筆錢就撥歸石塘圍公局，用作修建橋樑。開辦義學，雲霧嶺從此全面開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上山斬柴採藥。唔再有人壟斷山貨，村中仲立咗一條新規矩，每年重陽節，全村人一齊上山祭拜李門七口之墓，紀念呢段血淚往事。福哥因為查案有功，縣衙賞咗佢1筆銀兩，佢冇自己使晒，攞咗一部分修好艱泥磚屋，其餘嘅捐咗俾義學，等村入面嘅細路仔可以讀書識字。阿蘭繼續去姑婆屋車衫，但佢而家多咗一個心願，等義學開辦之後，佢想去做幫工。一邊車衫一邊學寫字，福哥聽到阿蘭咁講，開心到笑唔攏口。好，阿女有志氣，阿爸支持你。重陽節嗰日，石塘圍全村人一齊上山，福哥帶頭行喺石梯徑上面，身後跟住幾十個村民，個個手捧香燭鮮花。佢行到李門七口嘅墓前，親手點起香燭，插喺墳前。山風吹過，將香煙帶向雲霧嶺嘅山頂，好似將眾人之心意送達天聽。梁伯企喺墳前，高聲誦讀一篇祭文，最後一句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願後世子孫以李門之冤為戒，以陳家之惡為鑑，心存善念，世代平安。福哥企喺人群最前面，望住墓碑上李門七口4個字，忽然想起陳百年封信入面最後一句：弟悔之已晚，唯望吳兄念在舊日同窗之情，設法取回信物，歸還土地廟神位之下，方能化解劫數。佢而家明白，所謂劫數，並唔係乜嘢怪力亂神，而係人心嘅貪婪同殘忍所造成嘅禍害。陳百年一生受良心責備，至死都放唔低，就係因為佢知道自己曾經助紂為虐。而福哥將古玉放歸神位，唔單止係完成陳百年嘅遺願，更加係為咗警醒後人，做人千祈唔可以為咗利益出賣良知。祭拜完畢，村民陸續落山，福哥一個人留喺墓前，坐喺旁邊嘅大石上面，望住雲霧嶺嘅層層青山。佢斬咗幾十年柴，從來冇認真睇過呢座山嘅景色，而家坐喺度，先發現原來雲霧嶺嘅山巒起伏，好似一幅水墨畫，寧靜而壯麗。佢摸住胸前嗰條空咗嘅紅繩，古玉已經放返土地廟，但佢心入面覺得呢座山嘅秘密，佢會永遠記住。日落時分，福哥慢慢行落山，行到石梯徑中段嘅土地廟，佢停低腳步，行入廟內，向土地公神像合掌拜咗一拜。神台底下放住嗰個裝住古玉嘅木盒，安安靜靜。福哥笑住點點頭，轉身行出廟門。夕陽將佢嘅影子拉得好長好長，一直延伸到山腳嘅石塘圍。佢知道聽日朝早佢又會擔起扁擔行入雲霧嶺斬柴，但今次佢每一步都行得心安理得，因為呢座山嘅冤魂已經安息，而呢條村嘅人亦終於明白咗一個最簡單嘅道理：做人最緊要對得住天地良心。